安那啦，就菜你什么叫菜？哎呀，怎你偏一下，你小我偏一下。卖很贵，卖很贵。嘿，这是什么味？这是老伙仔的铁身味。什么老伙仔铁身？这是我囡仔时阵的气味，什么老伙仔铁身味？这真正是你的，我囡仔时阵的气味。这差不多50年的历史。我20桶点点嘛。我没讲，这是虾米？这是什么吼？打开让大家看卖啊！月光蛋蛋。哦，哎，这是红仔标。哎，你也知红仔标？我知影红仔标。你会晓算袂？但是我的年代是塑胶做的，塑胶做的。做的应该50年已经烂去啊。哎，哈，这就是。这安那算我袂记啊。这爱安尼有无？这内底有一张啊上厉害啊！啊，比如讲咱爱甲这有啊粘掉咧，啊粘安尼搞搞安尼，这张我的。嘿。吼，这张搞搞的我的。搞搞的是你的。啊，这张猪八戒是你的。你讲。安尼有无？啊，内底爱甲迄张黄有无？嘿。记住。安尼就无算。啊，你话。要安怎拍啦？你按拍咧技巧。啊，你看你嘛无算。哦，继续。安尼哇！你是用手诶？是爱安尼甲伸出来。爱用力啊！对。啊，甲伊这样爆开。比如讲你若迄张是宝可梦啊，这张你甲伸出来，安尼你就赢。啊，你就会使甲对方诶，安尼拢甲伊收长啊，拢变你的。将出一半，系啊。啊，你的牌就愈济愈愈来愈济安尼。哦，好。哇，这真正是历史呢，足久以前的。嘿。好物啊！对。啊，我嘛有传。你传啥物？我传这。神女的香味。这是阿嬷的气味。阿嬷，这就是阿嬷上爱的迄个年代用的香水、明星。花露水，这是经典的香味呢。今仔日咱拢有传咱家己介意的有故事的古味啊。对。啊，今仔日咱的来宾嘛是咱的国宝，嘿，伊足有故事的。欢迎杨丽英的英姐。哎呦，丽英姐啊，丽英姐你好哇！何叔你好，大妹你好，丽英姐。安尼咱节目吼咧介绍物件，啊，结果来宾伊是迄个物件本人。嘿，你啦，就有故事的国宝。国宝呢？你嘛有传，我嘛有传呢。我这是吼做水菇，较早吼无迄个暖包，吼啊嘛无电炭，吼啊足寒的时阵要安怎？内底吼放烧水，吼内底放烧水，啊放落吼，这甲塌的，啊。暗时甲放喺面皮内底，哎呦，偌舒适咧，足烧落的哦。伊这冻的啦，伊这冻的，所以传热很快，真紧就烧啊。哎，这其实够水呢，是啊，啊这够有龙凤，嘿，雕刻有刻一寡灵甲凤嘿，对，就是放喺面皮内底，安表示讲吼，真紧就会当抱孙。哎呦，所以这就是讲你讲迄个年代的啥物暖包就哦，啊这规暝伊拢袂体温就对。我甲你讲，水甲放落吼，第二天早起从这水来洗面拄啊好迄温度。哦，烧咯，足环保的咧，环保的，足省的。所以伊叫啥物？
水菇，水菇哦，内底滴水的。我头一摆看到。啊，直接那菇咧，水菇。高水。哦，这爱有迄个年代的人出来讲，才有法度看到这个物件。哇，我是较知影啦，什么迄个年代。歹势。虽然60几岁啊，但是手做难的。是啊，感觉，你甲讲出来歹势，你行子啊边哦。行子啊边，卖好受酸哦。哎啊，今仔的主题啊，老米啊、古米啊呢，是足侪故事的。啊，咱的导览先生嘛有传足特别的古米啊来甲大家分享哦。到底这两位导览先生是谁呢？交互当天来介绍。大家好，我是当天啊，是谁甲恁讲旧就是过时？谁甲你讲的？足侪这种收藏品啊，拢有伊的故事。啊，像我这个目镜，这是我收藏品呢。嘿，我来挂起来。这挂起来的时阵哎呦，我就会想到讲我细汉的时阵足认真读书的模样啦。啊，今仔日咧有啥物款的收藏品？请看 VC 啊。今仔日咧，就要来介绍两个足特别的收藏品哦。头一个甲音乐有关系，第二个甲食有关系。这咱大家拢最有兴趣的，对不？所以马上来欢迎咱头一位导览先生，灶卡大王阿良老师，欢迎。哈哈！哇，阿良老师，阿良老师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咱正常入灶卡会创啊，咱会去看物件有好食无，对不？阿良老师无共款，伊入灶卡是去找迄种米粉茶啊啦，迄种古早时代碗盘有无？这对老师来讲拢是伊的宝贝。咱等下听老师来甲我分享你这个古董的这故事，好无？好，来，老师请坐。后一位是咱吸盘的收藏家泰威老师，欢迎。老师你好，老师你好。你好。阮这位老师伊是收藏这个吸盘，收藏超过20档的时间，佮收藏超过1000张。哎呦！哇！伊收藏这种吸盘收藏甲连迄种粪扫桶都咧敲。对啊。足咸的啦！在过年头前甲后壁，我拢是我寻宝的时机诶。大扫除的时阵。对。硬敲安尼啊！听讲老师你今日有炸一个你的红茶宝，藏足久啊，要再来现场互大家来品乓者。等下3回等下咱公布，好不好？来，老师先请坐。欢迎，你购物老师。天哪！你讲什么红茶宝是啥货？红茶宝对不？来。这就是阮老师的红茶宝，来看一下。哎呦！面色啦！哎呦喂啊！老师来介绍一下。这张吸盘是差不多10年前我伫跳蚤市场学到的。因为我从我细汉的时阵我就拢在看连环炮。对，连环炮。你看的时阵差不多几岁？可能是国小吧。国小，我嘛是国小啊。所以迄个时阵演员差不多只60、70岁啊。无啦，你当初你嘛国小啊。你嘛国小。所以你讲你伫倒位捡到的？我拢会去跳蚤市场，无就是古董店去寻宝，若无就是垃圾堆啦。这片偌济？我甲你讲我真正有一点抢劫老板，因为迄个人根本就唔知影讲这张专辑的重要，所以伊是100块都袂予我。伊的价值呢？N千，今嘛是 N千。无价之宝，你知无？什么你问价值？丽音纸你家己有吗？你家己我无。而且后壁还有相片哦。后壁还有。来看一30年前的丽音纸啊，甲今嘛30年后的丽音纸啊。
蛋蛋。差不多啦，迄当阵较碰皮尔无变啊，无变啊，保养的呀。你谈因两个中是无介我欢喜吼。欢喜袂出来。所以这是恁迄时阵恁做伙管的唱片，对。你个会记得安怎唱无？差10年。逍遥甲自在，慢慢啊就会来。逍遥甲自在，慢慢啊就会来。逍遥甲自哈哈哈哈哈。在，对呢，你安尼唱，敢若有印象，敢若有印象哦，你看到现场，真正无受到呢。嘿，我迄个时阵最爱看连环炮的，是啊，系啊，看你出来足欢喜的。迄当阵吼，若阵无看连环炮，饭食袂落。真的，啦，看电视配饭，嘿，哇，这张真正是宝。安尼你总共收集几张？应该是有几啊千张啦。嘿，对，我是差不多为台湾的100年前收到最近10年左右的 CD 曲盘甲卡带拢有。啊，这边伊是收这个曲盘，啊，这边严老师你是收？我收一寡咱食食的古物，食食的，就是有杯啊，后啊，对，啊一寡办道用的器材，啊无一寡龟毛。龟毛，嘿，就是印红菇龟龟有收菜拄啊无？无，迄上大阮兜囥袂落。啊，你哪会想讲要去收这的物件？其实咱会发现足侪囡仔，伊对咱较早食食物件，伊拢唔知，伊即摆拢是物件安怎加热，爱用微波炉加热啊。对啊，所以伊袂记咱较早的味是啥物啊？伊就袂记啥物是咱古早味，啥物是咱中华味。嘿，啊，所以咱中华味，你中华啦。嘿，对。一开始啊，邮票啊，邮票哦。你中华，你啥物高中啊？我中华高中。啊，学弟呢？那学学长。邮票啊，邮票，这个邮票，阿妹票，阿妹啦，够老师嘞，这学弟你是高保弟，高保，所以你买登去咱学校教学弟啊，这对，登去教咱中华学，就是教咱中华城的历史，是，嘿，这个啊，这个物件就变做教材嘛，系看会着，摸会着，啊，就是重要的。所以这边曲盘，啊，这边就是这个厨房内底的歌舞，嘿，想要听啥物先来？我想要听赵开的百宝箱。赵开，好来，学长来，谢谢。学弟呀，学弟呀，你叫人学长。这个碗呢是咱台湾第一酒家江山楼的碗，今仔日来咱现场有炸来。啊，全台湾敢袂剩这地尔咧？可能第一届就电视是这地。就盈盈的哇！我就盈盈的。浩子哥，你敢请来了？所以这较早真正是蒸高筋面粉呢。伫日本时代金钱虾饼就这道菜。有传哦。真好着。我觉得我细汉时阵的画面，遐个光景、遐个风景，拢伫咧这地啦。好来，学长来。谢谢。学弟呀，学弟呀，你叫人学长。大家好，我是范龙，今仔日要用我家己收藏的物件来甲大家讲台湾食食的故事。大家食过板豆无？捌吼。捌听过酒家菜无？捌。好，安尼这个碗呢是咱台湾第一酒家江山楼的碗。哇！好，你想哦，咱食江山楼的酒家菜，你感觉迄个碗有偌大？你家己的碗好食？差不多这跟一般的碗同款啊。今仔日来咱现场有10个碗炸来，江山楼的碗。啊！摕这我其实吼就踹，你敢知？因为吼这是无价之宝。我收藏10多年，第一届找到，甲看过一届尔。这是豆油碟啊吧？这足细的，啊，较细粒哦。江山楼是台北第一酒家，台湾第一酒家。台湾第一间的酒家。嘿。几年前？哇，差不多要到100年前。
要到100年前，咱足侪重要的历史拢发生伫遮。哎，你看，好，大家发现讲，我知啊，这个碗因为吼，拢唔是正圆吼，因为这种安怎讲？是用手做的，手工做的啦，所以无法度逐地拢料啊无共。哦，安尼哦。所以这是伫咧冈山楼内底咧啉汤的。对。姊啊，你摇看嘛，啥啦？伊会遮浅遮细碗。因为吼，伊迄内底吼，拢真贵的一寡食材，譬如讲鲍鱼，吼，燕窝，所以逐项拢一喙啊，安尼。啊，啉酒，酒家内底食烧酒，迄是重点。哦。啊，讲生理嘛是重点，食是基础。迄是配合的尔啦。但是我咧摇，重点是讲这菜真贵。我咧摇就是讲，譬如讲啦，因遮的咧做生理也好，还是咧讲政治的也好，因淡仔咧讲生理、讲政治的时阵，因无法度伊家己淡仔咧停这个汤嘛，所以边仔一定有人服务，对无？所以伊袂使先大碗，啊伊啉了，伊会使佫继续服务，啊佫会使趁几步。啊，对嘛，巧你巧，应该是安尼吧？李英姐讲的迄是对的，就讲这个碗足细，所以咱差不多一喙两喙啉好了，较袂讲你一大碗，啊你想着要抿的时阵，你内底菜就已经冷去啦。所以你保持着讲，这个火锅咧煮的时阵，逐碗咧食的时阵，这一碗拢是烧的安尼，所以碗较细。你就适合去酒家。好，后一项呢，佫是咱中华的，咱中华第一酒家叫啥物？高宾果。啊对。来，你拢唔知，我无去酒家过。这个一定无去过，因为日本时代伊就结束营业啊。哦，所以这伊拄啊开5年，我收到这个蚵仔足世界的，现场嘛是佫有炸来。所以嘛是吼。哇，这嘛是爱足细粒，你看我一直带，你唔知？这是咧啉茶啦，足细粒。酒杯。这是酒杯哦。酒杯。这咧倒沙克酒杯啦。对。哇！哎，你洗一边有够水的，对，伊边啊这是椒啊。迄个青仔叶，松叶，青仔叶。哦，青仔叶。椒啊，我当作是椒啊，你看顶管生一只椒啊。伊内底是重点。内底重点。伊内底是重点。你内底会看到伊写啥创立5周年纪念，创立5周年的纪念，啊，顶头有写高宾果，啊，中有一个马库，写一个果。果啊。啊，但是资料足少的，因为中华人就知影讲，迄个所在叫铁路病院，尾也变铁路病院。啊，这个杯仔就是大家知影讲，较早因咧啉酒的时阵，像咱拄我讲的，伊一届嘛是一撮担一个。安尼一喙啦。当诶。当然。迄个。小姐呀，哇！无办啦，好，无要紧嘞。要啉茶。我好讲生理的来，生理的，咱换一斤啊，来啉。你坐来，真正买吗？哎，你想好？真正买吗？无，你想好拜托，你想好。我想好。再搁一个啦。阿妈，你够辛苦阿妈，你哪会走出来好困啊啦？遮晚搁走出来。安尼咱就来看第3项，拄啊，咱看到的吼，拢是咱面头前家己的个人餐盘，吼，啊，这个碗就较大，这是台南第一酒家，叫宝美楼，哦，较早苦椒咧写歌，拢伫遮咧出入啦，吼。苦椒呢？苦椒有写啥物歌啊？安平对象曲。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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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灰红灯又走。好啊，这唱爱一好啊！阿妈，你多食了叫你等于困啊，你足贵啊，莫搁笑咧。对，啊，咱现场嘛是同款，这个碗有炸来，啊，你会发现这个碗较大，哦，伊内底装的菜，咱讲较早酒家无菜吼，拢全汤。有金边。迄个边有空金的啦，吼，看起来较高级，系。所以内底拢伊讲，这个菜吼汤水啦吼，这个汁较济，有符合咱酒家的这个用意。比如讲有的火锅，啊有的汤水也较济安尼。所以你这到底拢去倒位收？嘛是无这方面嘛。你去倒一个粪扫桶，你甲我讲者好无？我那从来冇看到阮兜粪扫桶有这个。跳蚤市场啦，啊无就是收庄家家己的交流安尼。但是哦，卖你的人啊，头家敢会知影这是无价之宝？
我拢希望伊唔知，因为伊知影就足贵啊。啊，但是你啥哪会知？我知，因为咱爱看足侪册啊，爱看足侪论文较早的资料，去知影咱台湾食食历史啊。这三个拢足重要的，所以我一看到了，我唔免管到底啥物，反正我就是收。这拢是上课的教材，所以教育无价。哦，即摆已经拢唔是用介绍的。较细腻的。全台湾敢会剩这地尔咧？我唔知，但是可能第一届就电视是这地。谢谢，就盈盈的哇！谢谢，我就盈盈的。开始慢慢啊入到咱咧食饭办桌的时阵嘛，吼，有看过这无？这曹婉珍，佛跳墙。佛跳墙无唔对，但是咧，通常吼，这因为这开口较大啦，吼，咱开开了落来拢放一只鸡，所以伫术语内底拢会叫伊鸡蛋啊。鸡蛋啊。嘿，咧吹鸡汤的叫鸡蛋啊。啊，这最重要，因为这是台东的瓷器，较早做外销，台湾算讲上关坎的啦。好，咱看后一张，这就是叫做金钱虾饼，捌食过月亮虾饼无？捌。月亮虾饼唔是泰国菜，伊是台湾菜落去变化的。伫日本时代记录内底咧，迄个金钱虾饼就这道菜，啊，拄好咱现场拄好有做。传，就好对。哦，有传哦。啊，你看到这个外口啊是猪油，啊猪油煮了佮烘了也变做壳，啊就是会慢慢你加会有猪油香，啊内底是鱼浆甲虾啊。你讲猪油是伫对啊？外口迄块，外口迄块，啊伊圆的就叫做金钱。猪油啊，甲包起来。甲包起来。包虾啊吧，还是包啥物？包鱼浆甲虾啊，啊这有的就是内底师傅会使家己调。看内底虾啊，大地。哦，这虾咧遮，啊边啊这鱼浆。鱼浆。顶头迄猪油泡，啊食落正正香香，啊搁脆脆。真正是猪油泡的面咩？哎呦！但是足够工咧，伊迄一个猪油你爱慢慢啊撩开，啊来灌入去，系。啊，这你倒位买？这我家己做的，这我家己做的，系。你才有法度家己做这个，我毋捌食过这种的。原本要找师傅做，但是因为最近买个师傅拢无用，啊伊讲啊无，我你讲你家己做。泰国餐厅内底食到这个是金枝虾饼，甲这气味完全无共，因为这是足台湾开的，因为迄个猪油泡的迄个气味，对无？阮自做囡仔的时阵，就是这个气味啊。对。嘿，所以你这个食谱倒位来的？这是日本时代的食谱顶头的。哦。啊，较早的食谱，你哪有迄个食谱？这嘛是爱去收，有当时是对论文内底收，啊有下时去出去买老册，内底就会写安尼。咱拄仔讲的是讲这个册，咱这个物件，但是咱讲一个环境，咱伫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国民党退来台湾了吼，美国互咱足侪援助嘛，啊，就咱拢叫做中美合作，迄阵上大的可能就是米粉，啊，所以足侪米粉来台湾的，台湾人袂晓食米粉，大部分拢去做啥？做米茶。台湾较富豪都做米茶嘛，啊那较早外省的起来做米点，比如讲有做大米啦吼，还是讲小笼包、啊馒头这些吼，啊，但是咧，这个人吼。伊就发现讲，这布料就好诶，吼，因为较早无啥物好诶布料，以这来讲就是足好诶布料，系，这布料偌好，咱现场会使望看卖，系。他子哥，你敢请来了？系。米粉茶啊啦，较早迄个米粉茶啊拢。灯头有两个标志啊，这是伊个啥？第一个叫做中美合作，第二个叫净重40公斤。你看这个国水啊，这中啊！所以这较早真正是伊咧装高筋面粉呢。对，对不？对。啊，中美合作伫遮，你看，中美伫遮，中美合作。啊，第三部分中美合作就较明显伫顶头。其实你即摆咧讲遮个代志吼，拢我囡仔时代发生过，吼，所以即款衫吼，我嘛真有着，因为较早的物资较欠客啦，所以这布吼米粉茶啊，要甲翕上拍算，会拄啊好起来利用，会当做衫做裤啥，嘿。啊，遐因抑阁有牛奶粉，伊毋是干那讲互咱米粉，伊抑阁有互咱牛奶粉，所以因若阵到长咧创啥，阮拢会走去排队，因为会当啉牛奶。对，拄啊，你这个讲到这个最重点，拄啊，咱有看到米粉对无？咱看后一张，这是我受众一个，就是迄阵啊，开始有牛奶粉、有米粉，啊有牛油，所以台湾的人吼，就开始想讲，我要做胖，啊袂晓做咩啊，足厉害，这个。咧卖器材的公司，伊就想说卖你食谱，
这内底就写着足侪，咱即摆当做是古早味，但是迄阵是足流行的芳。咱看一下后一张，比如讲诶，叫做烤鸡蛋布丁，就是咱即讲古早味的迄布丁嘛。布丁的台语叫啥物？布丁啊，叫布丁对无吼？较早日本人的时代吼，咱的祖先叫伊叫做布人啊。即摆来讲吼，咱中破菜有的叫啥？叫卵圆。内底就比如讲用牛奶偌济啦，吼鸡卵偌济，甚至无面粉，比如讲放着用面粉偌济安尼。我收藏遮的物件，其实咱会来对迄阵看到咱较早祖先因的生活方式，吼，不管是高级的饭店、酒家，还是一般人的生活，差不多就是安尼。这是我一部分的收藏。安尼以上是我的分享，感谢大家，谢谢。谢谢。你这个食谱吼，你会使找到咱中华面，这真正会使变咱中华三宝一个。好，真的努力。足侪是大人，你若食到这个气味的，讲我少年的时阵，我细汉的时阵就食这个物件，这个猪油泡的气味，拢是安尼啊。我照着我细汉的时阵的画面，我看到我细汉时阵，我看到遐个光景、遐个风景，拢伫咧这地内底。这个时阵，咱爱来好好啊，享受一下这个刻盘音乐，好不好？来听音乐。来，各位老师来。来听看卖，100年前的驿站的声。哇，精彩！这个物件是一个屋顶，放起咧顶悬来放，伊就会变成动画。哇，那叫高水。船员太太偷情，用听的爱情动作片。你妈安尼，我足想要听的哦。有，拢已经准备好啊。有准备。有准备，咱随来听船员因太太要安怎偷情。哇！听了就歹势。来，各位老师来。大家好，我是泰威，我最爱豆刻盘，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100年前的刻盘，咱紧来看。恁敢知影这谱是啥物物件？恁敢有听过、看过黑胶唱片？像摊仔李英杰迄张少年的时阵录的迄个黑胶唱片。有看过啊？对，黑胶唱片伊的原料就是塑胶。对啊。黑胶唱片伫台湾上久，差不多有70年的历史。毋过若伫100年前，迄个时阵的人若要听刻盘，要听音乐，要安怎做？迄个时阵无塑胶啊，所以就有一种虫，介壳虫，伊会分泌一寡唾液，迄种唾液来做刻盘的材料，叫做虫胶，就是质谱。所以这是虫的喙烂。对。煎皮了，跟冻了，伊就会变安尼。对，变成做刻盘上重要的材料。老师传啊，这节是虫胶唱片。因为虫胶唱片甲黑胶唱片吼，看起来拢差不多是乌色的，毋过摸起来是无共款哦。会当又看卖对一片，较古早。闻得出来吗？老师闻得出来吗？闻得出来吧？闻得出来。就这地啊，这地味足重的啊。哦。而且顶悬搁一只虫啊。迄是老鹰的无？是只麻药。这个较有味。对。是用这个味较重。不是用片的，会当用有无？是这个味较重。这个较重。对。而且搁较重。较重。这种重的唱片吼，差不多拢是100年。这种黑胶唱片上久是70年尔。所以咱会当讲 CD 的爸爸是黑胶 ，CD 的阿公就是虫胶。所以，阮摇到啊，这地是虫胶，对，这地是塑胶刻盘，对。咁会使听？当然是会使听。即摆阁会使听。对，所以今仔日我有带一块足
特别的刻盘，嘛是今年100岁。啊，这个刻盘哦，是要回应谭大阿良老师，伊谭大甲咱介绍的冈山楼。冈山楼伊迄个时阵是台湾台北上大的酒楼，所以内底有艺团，艺团伫内底唱歌，内底艺团伫录刻盘，所以我就带伫迄个时阵选美比赛脱颖而出的一个叫做云霞的艺团的刻盘，要来放互大家听。哇！进来！这特别着，阿姊来。啊，这张唱片吼，全世界留无剩超过3张。日碰风，这日本的声音。对。哦，日碰风，你看伊这反光，啊淡薄。这讲重点。你来听声音就对是100年前。安尼无够你。来，好来。啊，以前哦，若要听刻盘吼，伊的步骤就是讲伊是足复杂的，伊爱个手架，爱个换唱针，加按。啊，加甲按咯。对。啊，那叫做加按，就是加袂叮当啊。对，就是伊像发条玩具共款嘛。哦，加紧绷。对。啊，你唔通讲紧绷，搁甲出力，伊就会转去。哦，转去啊。对。再来吼，我甲这唱头放落来，伊就会发出声，啊，这声拢完全是无插电的，来听看卖啊，100年前的驿站的声。这比较像北管南管那款对哈，有胡琴，对不对？对。很扯呢。技术，这技术。这敢若咧唱歌戏呢。对，就是迄个时代的风格。其实足大声呢。对，足大声。啊，而且你会听到伊安尼沙沙，就敢淡薄仔咧落雨的感觉。哦。对，感觉是白噪音的感觉吼。哇！精彩，100年前的声音，就有感觉的呢。而且你有这个葱椒以外，你还佫有这个机器，啊，你这个机器是倒位来？这个机器哦，为美国送来到台湾的。啊，这台机器吼，嘛是1921年，就即马等于是105岁。对。105岁。的老阿公。这张唱片100岁，啊，这个机器105岁。对。哦，伊加伊5岁就对啊。对。老阿公啦，啊，甲插落去老阿妈安尼就。是安尼讲的吗？袂使无尊敬。我无尊敬，我讲伊讲这是老阿公啊。对，老阿公。啊，这刻盘是老阿妈吧？那谁不会讲的吧？我做礼拜节。来，啊，咱谈听这100年前的吼，即马来听70年前的。70年前就变成黑胶的时代啊。啊，黑胶唱片哦，无一定是黑色的哦，像这张刻盘吼，伊是红色的彩胶唱片，甲漫画画伫唱片顶悬。啊，毋过上厉害的所在吼，我摕一个法宝，这个物件是一个屋顶，红屋顶是一个镜面，这个镜面若甲伊放起咧顶悬来放，伊就会变成动画。那这歌词这享受到的啦。所以咱会当讲，这种刻盘就是70年前上早的唱片 MV。哦，这歌词哎，就有创意呢。对啊。这张都会收藏到这张啊？这张是英国买到的。哇！你去英国？对。去旅游的时阵？对，我若特别去旅游吼，大家人拢有要做做食的啊，要碗盘我无，我拢会去。黑不收汤。这毋是粪扫桶啦，这是伫古董店啦。我家己的战利品哦，我若去每一个国家，我拢会尽量甲迄个国家的刻盘买回来。啊，除了摊多咱看到这种动画黑胶，
咱的黑胶唱片吼，无一定是放流行歌，无一定是放电影的主题歌尔。迄个时阵的唱片会当录足多物件伫内底。我今仔日有带一张唱片哦，这张唱片就是民国55年，就是1966年的国小毕业典礼实况。咱来听看卖啊。哦。今天是我们学校第21届的毕业典礼，我们已站在被欢送的行列。这怎么不叫我感到万分的悲伤？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再见，珍重再见。中华民国55年6月21日。哦，这个曲歌哇，厉害厉害。所以。黑胶唱片无一定是黑色的，啊嘛无一定只是流行歌尔，伊内底有足侪琳琅满目有诶无诶物件。啊像今仔日我搁炸另外一张诶曲盘是搁愈较奇怪，会当讲不三不熟。迄个年代诶唱片有一个特色，外表呢越亮丽越魅惑，内底装诶物件就愈普通。啊毋过有另外一种曲盘吼，完全是倒变。咱来看后一张。这张唱片看起来乌乌嘛无啥物，内容船员太太偷情。这怪怪呢。迄个时阵台湾是戒严时期，所以迄个时阵嘛无录影机，嘛无录影带，所以咱若要发泄情欲是要安怎做？所以迄个时阵就有甲声录入去变成。用听的爱情动作片哦，你莫安尼，我足想要听的哦。我甲你讲，你莫搁讲咧哦。你今仔日若无在，我真正。你讲假呢？去配面，你就好奇啊。去配面对无？我是王子也讲的哦。有，拢已经准备好啊。有准备，有准备。这厉害的。咱随来听船员因太太要安怎偷情。哈，唔好吧？是啥人啊？我啦，阿哦，你咧说啥语咩？哦，就是免为你哦。后摆想出声，互惊一个。咱两个也毋是咧无熟悉啊，咧惊啥物？当伫洗身躯，你安尼就走入来，啊，佮对人后壁伫讲梦，你是咧梦啥物啦？哇，昨我讲无甲你爽的心，还是真思念你。来，我摸者来。哦哦哇！天啊，你真歹势，什么洗身躯？是想甲测试的，后壁再咧精彩，你甲测试要怎啦？紧来继续。后壁就会开始唔通啊啦。唔通。因为你后壁就有就好啊。上特别的代志就是你要安怎买到安尼唱片，迄个时阵这种唱片无法度通过审阅。对，所以伊要放伫一个柑仔店内底的小小的房间，啊，这房间可能有门帘甲掩起来。啊，你若熟悉柑仔店的头家，你会当安尼挑门。你表演一下。所以看起来要一打哟。你有诶拢好，你有几张拢跳啊，拢跳啊。迄有通讲吼，转来听诶，了解啊，搁起甲你换一张啊无？袂当相换。袂当相换，袂当。迄张唱片拢会磨着，所以你出去你就袂当换。啊，毋过你会当讲私底下吼，小男生会当家己去交换，交流。你买这个，我买迄个，我听，咱才交换啦。对。甲我较早买同款。对，所以以上哦，就是今仔日甲大家分享的。啊，我嘛要提出呼吁啦吼，就是讲虽然讲我有伫垃圾桶内底捡到足侪宝物，啊，毋过嘛希望讲大家吼，若要大扫除的时阵，毋好搁甲这宝贝拼掉去啊。哦。所以以上就是甲大家分享，多谢大家。哦，有精彩无？那精彩尔，规个哪会拢烧热起来？这是安那子啊，这是安那。唔知咧，我听的足热的。拄则迄阵若是用演的，唔知是安那吼。恁两个来演。就是讲啊，你今仔日咧，只啊咧身躯啊。敢若我一个人。对，你咧身躯咧。哎呀，啥人啦？哎呦，开门啦！哎呦，你拢无出声啊！好煮哦！哎呦，那就恐怖，惊唔着惊你啊！哎呦呀，你讲哎呦，恐怖！规
伊跟咱有虾，有虾就较袂去解着。我玩弄的，我是玩弄的啊！我玩弄的，你唔好甲我讨命啦，有够恐怖！是啊，你这啦，我是玩弄的。哎呦喂，你拢唔卖乱啦，哎呦！哎，今日这两位老师吼，真正我感觉因拢甲即特别种物件，甲文化啦，甲保存落来。啊，毋过恁感觉敢有过瘾？哦，拄则迄后壁还佫继续啊，过瘾对吧？继续啊，演落，继续是不是袂过瘾？所以吼，咱佫有加分题的环节。啊，这个加分题的环节吼，老师佫有传佫较侪这种收藏品。咱来倒停来看卖啊，是啥物款的古米啊？行，来去。咱讲粽内底是有米，对啊，这无米。无米，是啊，无这是啥物？哇！啊，恁若有迄块是麻，哇！嘿，你有感觉叫做荣华富贵无？是。太好食。伊一面会发出气的声，一面会发出屎的味。我拄则食的麻伊都无去啊啦！全球限量75张，出现过8万的拍卖金额，血胶唱片。哇！喂！咱来倒停来看卖啊，是啥物款的古米啊？行，来去。这粽嘛，这叫揪水的粽。你是细粒的，唔甘人食就对，包括这细粒。毋是惊人食啦吼，这是你有发觉伊咧粽，咱讲粽内底是有米，对啊，这无米，无米，这全部拢是肉，哦，这白色的，这唔是米，啊无这是啥物？我们叫肉蓉，就是搭肉一直剁碎。哦，系肉蓉，芙蓉的蓉，芙蓉的蓉，肉蓉，哦，所以这唔是米的对毋是啊。，啊，恁若有迄块是麻，哇！嘿，我当做香菇咧，哦，这是麻香菇，我爱食看卖。大概现在起第一喙先来食看嘛，做一喙，肉粽麻。哇！日本时代的时阵，这个肉粽麻是算是日本菜，啊，伊内底是放那握寿司安尼，啊来台湾咱总部使打烘做安尼，系啊用上好的材料去食。你有感觉叫做荣华富贵无？是。太好食。这种形容就贴切。这嘴荣华富贵，伊个麻会香，润润的，油油。油，甲迄个肉蓉。我知影，啥伊无用煮米，伊要用肉蓉去代替伊迄个米，因为好野人伊爱食好做功课。今仔日伊若一喙肉粽，咱大家踮咧讲生理，一喙肉粽食落去，踮咧一直煲，迄个画面歹看。但是我食落的时阵，你是安尼，伊家己会化开，安尼就好啊。我讲话，我嘛是足优雅的，就是安尼。是，所以爱用肉蓉代替迄个米。你若唔信，我搁食一嘴互你看。是毋是？啊，你另外一个敢会当互我？无可能。你去唱，你去唱。这阮学长呢？你是阮学长。哎呀，你速度哪遮紧着？哎，我这粒我爱早顿爱阮某食，哦，伊一定搁愈爱我。哎，这就特别诶，我唔捌食过。因为这嘛是愈来愈搞工，所以使就是拢较无定下咧做啦。但是你落港遐采访，足侪老个讲，哎，我细汉捌听过，我细汉时阵捌食过，但是尾仔拢无食过啊。好野人啊！人才会讲一户263万家，你捌听呀过？你捌有钱过？啥物叫有钱？啥物叫富贵？就是你平常时的食穿啦，嘿，你爱有钱过3代，才知影食穿。对啊，对啊，系啊。来，啊你买啊，你要输。你莫甲我偷摕，你甲阿公这是啥物？我今仔日嘛是额外炸一寡去搬来的。这个吼，大家敢知影讲是这是啥物？这是13号星期五。哦，恐怖片。因为迄个时阵电影公司就咧想讲，咱的周年庆要做啥物来去搬，较会当有家己的创意。13号星期五内底就是血肉模糊嘛，内底有杀人魔嘛，所以伊的去搬全球限量75张。
曾经在拍卖网站上出现过100万的拍卖金额，就是这张血胶唱片。啊娘喂，这内底是真人的血，这不是人的血啊，不是人的血，啊无是牛的。所以吼，咱若讲用黑胶的唱机吼，在放这个去盘的时阵，伊就会一边旋转，一边听音乐，一边看到这个血。哦，对对对，视觉黑胶。够刺激的。对。就当。啊，还有啥物？啊，还有哦，这张哦，这差不多嘛是70年前的明信片。咱若安尼甲看吼，感觉足普通的啊。那有啥物？这明信片你写主记叫恁朋友嘛。对。啊，毋过这张伊伫表面涂鸦一片黑胶唱片，所以这张是会当听的明信片。how可能？有呢，你安尼翻，这是高科技呢。对啊。好，原来这顶悬，咱看到这个去盘，咱甲倒起来了，伊的唱歌就对啊。对。这拢是宝呢。对。啊，还有这张也足特别的，这是一个摇滚团体出的。哦，啊，这个摇滚团体哦，内底伊就是咧想讲，数位时代所有的物件都会当下载啊。这好笑，因为这写的是。是晒，对，发是放屁，对，所以伊的唱片哦，足特别的哦，伊一面会发出屁的声，一面会发出晒的味，对，这是一个嗅觉黑胶。是安那讲啊？那什么意思啦？啊，你只有一个小圆心，你用你的手哦，搓，哦，啊，发出热气的时阵，你甲鼻，对，发出。这边是我真无爱信的，阮姊啊，哪有可能信这？姊啊，拜托啊！搓，较大力的，对，搓。我拄则食的麻鱼都无去啊啦，完全配味，害你我不爱这。真正有味哦！你家己搓，你家己。啊，伊差不多已经用配啊，你用晒的好啊。因为已经录过。咱做回来，老师。你有啊？有嘛吼？真正。但阮做食的就无这种味。啊，最后要甲大家介绍这张吼，这是《星际大战》对，纪念黑胶。啊，那呢黑胶唱片哦，拢是乌色的嘛。对。啊，所以设计师伊就做一个足特别的一个装置，内底有一个千年音号。因为一个手电筒甲照入去了，伊就会。哇！真好，这照一只照出来，这只嘛照出来。对。这伊本来无。对，伊本来无。哇，就赞呢。对啊，所以就是讲有一个视觉效果，唔是讲咱拄仔来听曲盘，咱是买当看曲盘。哦。所以对电影迷来讲，这就是一个必收的。真的。宝物。刚才有恁遮的人甲遮物件保存落来呢，哦。啊，无这咱若去看册啊，去看遐古册，咱敢若看，咱嘛无法度去想着讲，哦，是生做安尼嘛闻袂着，嘛听袂着，嘛食袂着。是。哇，两位真正非常感谢，真的。啊，是毋是今仔免投票啊？今仔投袂出来，拢足强的。这真正嘛真歹投，我无来试看卖啊。我嘛真想要看卖恁到底投啥。我一开始我就投，我讲我这个人足公正的，我就是投阮中华，就是安尼尔，无别项。伊拢是安尼，无公正。试了古早曲盘，啊，搁有咱这个古早的灶卡内底咧用的这古物哦，哇！今仔足精彩啊！不管谁赢谁输哦，拢是咱观众朋友赢。来，投啊未？好，老师7、2、3开票。哎！对。你想要投伊无投互你家己呢？我好食的呢。我嘛感觉最好耍的，我都冇投伊啊。好食好耍好听，搁刺激。我甲你讲哦，唔那安尼，阮后一季搁继续来啊！恁太侪宝物拢还袂等到的，好不？哎呀，唔是干那今仔尔，连讲搁来继续，你讲好唔好？观众朋友吼，恁若是有趣味的故事，欢迎报名哈海多
咱先是讲互大家听，啊，若是节目看无够，短台语台的 YT 频道爱上去看哦。咱后集来相会，拜拜。拜拜。哇，谢弟。这个好赞哦，好有创意哦，真的好有想法哦。